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电要伫基隆起第4天然气的接收站，这个开发案的申请许可，伫民国109年林右昌在做基隆市长的时就已经通过啊。也毋过伫昨昏，即摆基隆市长谢国良已经对外宣布，台电规划方案甲过去无同，所以要废止林右昌当时4接原则上同意的开发公文，要求台电爱做还阁爱定申请。 那本府也有一个看法哦，就是说，针对开发单位呢，是否考虑提出能够让环境永续以及避免填海造陆的替代方案，转型成为其他的替代型能源。 谢国良表示，检视台电所提出的方案，填海造地范围，甲民国109年所核定的版本已经完全无同，所以伊是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，废止资本已经原则上同意的这个许可。啊，那资本伫明仔环保署嘛要搁再举办协和电厂的环评，也毋过伫昨昏嘛确定要延期向上取消。环保署是表示讲，因为这个案争议性较悬，所以是希望讲有较侪委员通参加的时，才个找时间、敲时间来开会。镜头来台南。